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4月8日，剛過去的復活節長假期，雖然缺少了大型新盤登場，當中主要是貨尾盤銷售及日出康城、海堤灣的次輪銷售。5天的長假期，整體營售出超越320伙水平，加上踏入4月份，仍有多個新盤部署推售，相信本月整體新盤銷售仍會維持於1000伙以上的暢旺勢頭。其中海灣已於昨晚實時加推，第4號價單共127伙，平均尺價稍微調高至17,488元，同時亦將過去價單中的10伙加價1%。本月焦點新盤將會是新世界大圍站上蓋柏傲莊3物業，於過去公眾假期開放現樓示範單位，共錄得逾1萬睇樓人次。發展商將於今日公布最新銷售安排，將推出近100伙單位展開招標。另外，會德豐牽頭發展及銷售的啟德 Double Coast D 物業上週加推120伙後，定於本週五4月10日發售，當中88伙，面積249至641方尺，主打1房及2房，實實售價由458.6萬元起，實實尺價17,274元起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